中华统一促进党党主席张安乐的后生张伟，伊开旅行社涉嫌侵占公司上清班。张伟被判关1年定案，煞伫咧宣判进程让港走出国，目前是已经向发布通知。 勘察政治案件不被调查，统促党总裁白龙张安乐第一后生张辉，因为开华夏大地旅行社被控诉侵占公司的钱，伫业务侵占罪部分，被最高法院判刑1年定刑，限制出境。暗过北检进行通知高限执行，发现伊伫宣判进程已经弃保逃走。应该找到应该的了，应该就不在台湾嘛，他不会波浪啊，进去关，或者咽不下这口气嘛。 敲电呼吁这个进程无得到回应。张安乐是表示，后生不好被判有罪，无愿意接假。北检已经发布通知，同时申请募集50万保证金。不过面对国内起步逃走状况真济，在当罪被告部分，司法院咧建议安怎司法来防止。 那现在我们大概有一个比较替代的想法，是说宣判时可以命被告到场嘛？如果你宣判上一定的刑度以上，那我们就说，那你就要下科技监控。其实2017年司改国是会议结束之后，虽然有做修法，但现在看起来落实就是还是很多状况，在人权保障跟这个防逃之间，怎么样找到一个政策上面的解放？这个权衡考虑是需要院部跟民间团体大家一起要坐下来讨论的。而国宝集团总裁朱国晴连日报喜前负责人将问题顶真济大咖被告连续逃亡了后，起步逃走问题佫一摆受到关注。虽然司法院已经咧释法，不过法函赶袂赴伫这个会期送入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